分享观众朋友，再个转到节目嘅现场，今日新闻幕后嘅单元带他来关注嘅是全球气候暖化嘅相关议题。请到嘅来宾是台湾元素能源研究基金会嘅董事长简究新。董事长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董事长，我第一个问题想跟你请教，就是说这个礼拜这个联合国的政府间的这个气候变化的专门委员会在韩国仁川开会，那他们在讨论的焦点就是说，在巴黎协定那时候说把全球的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那这次的目标希望把它紧缩到1.5度，那这个后面最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中间0.5度 C 的差别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个从2个方向讲，第一个是讲国际政治，大家如何谈论这个问题。那么2度摄氏是在1975年大家开始有这个观念提出来，是在公元2010年的时候，在墨西哥坎昆大会的时候，联合国当时决定说是2度或2度以下。是。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巴黎协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是2度。不过当时有一群所谓的小国啊，太平洋还有这个其他地方低地的这个小国家，是小岛屿国。那么他们是认为啊，2度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被淹掉了，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很大的压力啊。这个国家数字还有一些，因为联合国是重视一个共识决的巴黎协定。那这一批小国们通通不答应，他说如果2度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我没有办法答应这个事情。因此，联合国为了妥协，当时讲好，希望在巴黎协定2015年成功的时候，说我们是决定是2度为目标，但是以1.5度的方向去努力，有一个但书啊。但是加了一句话，他说希望未来3年哈能够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更去了解这个现象以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巴黎协定之后，他们就请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跨政府组织啊，简称叫 IPCC 这个组织的科学家们呢，全球性的大家做研究啊。那这个研究刚好到现在快满3年了啊。那么说他们就把这个结论在韩国开会，那么开完会以后向世界公告。他第一个方向就告诉你1.5的现象大概是什么现象，科学方面很好的一个佐证。那另外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解决降低到1.5度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从国际政治面讲。那另外一面，如果从物理面上讲，其实现在最近几年温度现在上升很高了，看到很多天灾，很多天灾、极端气候的发生从有开始这个温度的这个测试以来啊，过去18年最高的温度17年都落在21世纪。那如果是最高的前3次都落在前3年啊，15、16、17年啊，所以现在大家对温度上升是很敏感也很紧张，所以这个压力下，联合国希望借这个机会赶快再继续推动往前走。可是我们看董事长，我们看到为了要降低这个0.5度，可能就是要用更严格的标准，比如说像是我看到一个资料是说，在2030年之前，全球的碳排量要减少40%，甚至在这个世纪的中期要达到0碳的目标，所以这0.5度 C 的减幅是有可能的吗？以目前来看哈，以目前现在所有全世界提出来的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哈，实在是讲定一个高目标在那，有点像画饼哈。不过因为科技在进步了，每个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越来越多，也可能在未来时间全世界会达到新的共识啊，我们加速我们往前走啊。那联合国现在定的目标，巴黎协定是2030年了。但即使以今天大家的努力，都还不见得能达到2030年的目标。不过这个是气候变化、温室气体的问题，是需要全世界的共识，加上政治的意志力，跟民众的配合，这些都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不是单纯用科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差这个0.5度 C， 全球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如果照现在科学家的讲法，如果差0.5度，还是影响非常大哈。因为今天全世界讲起来，海水上涨会加速，会加快。那第二件事情，北极的这些海水哈，现在可以看，过去北极是没有在通
通船的了啊。对，现在北极已经开夏天可以再通船，但有一天如果再快，可能北极就差0.5度之下，也可能整个北冰洋就没有冰了啊，在夏天的时候。所以这个现在所有科学家已经很清楚的估计出来，速度在加温。你只要看我们最近，其实我们最近温度只比地球工业革命前增加1.1度而已啊，是已经这么严重了。是，如果差0.5度，其实我们从过去的轨迹看起来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就是。所以说，如果2度跟1.5度，如果能做1.5度的话，其实对地球的影响相对来讲会减缓它整个暖化速度咯。可以讲是说相当大幅度的变化，包括对这些动物的稀有动物的这个灭绝等等影响，真的是非常之大。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像我们看到从巴黎协定一直以来到现在，其实全世界2大碳排国的这个中国跟美国，他们的对这件事情态度是不一样，尤其是美国换了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因为他们2个是全世界前2大的碳排国，但2个国家的态度不一样，一个中国占了大概将近30%的碳排量，美国是15%的碳排量。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异？像是中国就很赞成，它明明需要发展，但是美国，现在川普政府却很反对这个巴黎协定，甚至说，包括这次 IPCC，美国代表都有试图的阻挡这个协议的形成。这2个国家，因为第一个它是发展的进程不相同，美国是已开发国，中国是还算是高度的开发中国家，它还没有到已开发国。所以这2个国家状况不一样，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不一样，因为中国的能源呢，50%以上是靠烧煤，是的，那它主要的这个燃料靠煤的话，它产生的二氧化碳非常多，它同时又产生很大的空气污染，所以它面临的是2大问题，一个是二氧化碳问题，一个是空气污染问题，这好像双生的一起会出来。所以呢，对这个中国讲起来，它现在的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特别是在大都市里面，在冬季所遇到的这些空气污染，我想报上大家都看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甚至会影响到它政权的稳定，因为民众实在太生气了，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啊，所以他是做这个事情，同时达到2个目的啊，他其实过去。你也不能说，他过去3年，他其实减碳，是有成效的，不是没有成效的。而且他在开发再生能源，其实做得相当好，他在全世界应该是第1名的啊。那美国是不一样，美国因为就有一批人呢，他是根本就不太相信气候变迁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民主、开放、自由的国家，是有一批科学家这样做哈。那也造成有一批执政的特别是共和党这一方面的，因为他们比较偏向能源产业，所以他们得到资讯基本上他根本认为没有人也会有气候变迁啊，也不为人的关系，所以他们真的是有点不相信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2点就是说，其实美国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国家看，美国其实很复杂，美国现在是2派哈。有一派是支持要有动作了啊，就是比如说民主党这边，就当年奥巴马做了8年，其实做得很好，节能减碳啊，或者是对抗这个气候变迁。那共和党这一派人比较不赞成，所以现在中央联邦政府，川普领导的是反对这个巴黎协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地方政府，比如说加州啦、很多州啦。他们是全力继续在进行，所以他是双管在做，其实不是单独说。民间跟政府是脱钩的，脱钩的是，而且这些国际公司讲起来国际公司因为它产品世界要卖它不能只是说卖美国而已那它卖到外国去，如果它的产品是人家讲说你这个含碳量太高的话，它会有问题，所以它的国际公司基本上是也在努力当中。那美国其实它的这个碳排放讲，在过去的3年呢，就是在川普总统前几年呢，奥巴马的时候，其实做的是相当不错，最近比较缓慢下来。那其实讲起来也不是真的悲观到那程度了，不过它造成这个整个世界减碳的这个速度缓慢呢，是有影响的。
董事长，最后我们想说回头看我们台湾，尤其像这次 IPCC 如果通过了这个1.5°C 的决议的话，它就在年底的气候大会的时候，它就会提出来，然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协议或是讨论。那其实看台湾这几年，好像我们尤其在这个节能减碳方面，或是降温方面，其实像去年的统计，好像都是在吊车尾的部分。那我们之后还有台湾什么可以努力的地方可以做？其实我们过去整个大架构上，政府的法规目标其实已经定出来了。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减碳绝对目标是20%。是，立法院也正式通过了，在2050年要降低50%。不管这50是多还是少，但是目标很清楚在这里。所以大架构是有。但是配合着大架构的施政方面以及人民的努力，还要有点加油啦。就是你刚才讲的，我们在联合国，特别是在节能减碳的排名上，我们是属于后段班的了哈。是，这里面牵涉到第一个就是架构以后，你必须要政策的执行。是，在政策执行，特别是在建筑方面啊，我们的建筑法规要修正，因为台湾的建筑物。这个是比较老旧，法规也落后了，所以节能减碳效果很差。第二，交通方面啊，交通方面其实我们最近进步比较快的是摩托车了，我们电动摩托车最近跑得还快哈，这个进步很快。那么，但是汽车方面还不够，我们也定了2040年说我们要禁止这个传统的汽车柴油车等。但是速度还不是很够快了哈。是，工业方面减碳其实也在努力，我们也正在做了。有些表现的是非常优秀，但是大部分还不足了。是。那最后就是民众民众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气候变迁问题很严重。对。我们也知道温室气体影响我们啊，但是节能减碳的程序做法上面。我们还是稍显不足了，我们大家还要再共同努力了。这个不能只靠政府，只靠企业，民众是个非常大的一环啊。是，这是环环相扣，全部结合起来，才可能使台湾节能减碳往前跑，达到这个联合国的目标。可能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要改变哦。其实巴黎协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概念，第一，它等于一个工业的再革命，是因为你要把这个。石油啦，天然气啊这些东西要把它从我们的生产中去掉，那这个工业革命。另外一个生活革命，食衣住行，样样都要变啊。是，我相信10年以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今天自己的同胞生活，跟今天绝对不会一样啊。因为如果一样的话，我们节能减碳就是没有做的意思。好，谢谢董事长。好，谢谢。那最近比上半场的内容，下半场呢，继续来关注嘅係雷曼兄弟19年帶來本全世界馬家用嘅氣勢，有佢以下繼續來關注。我想觀眾朋友在個轉到討論嘅現場，下半場底下繼續來關注嘅係雷曼兄弟19年，也到底帶俾你全世界有乜嘅樣嘅氣勢，甚至呢，到底下嚟嘅環境係咪從新年強款？請到嘅來賓係淡江大學金融財務行業嘅教授李沃強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就是我們想請教一下說，我們看到10年前的9月15號，雷曼兄弟宣布破產。那在當時啊，這樣的氛圍裡面，其實它的破產應該是可以預見的吧？為什麼當時大家回憶起來，好像大家都沒有感覺？其實是有感覺的哈。是。那只是說，這個雷曼它倒閉的事實上是有一些這個更重要的因素哈。是。因為那時候這個整個氛圍已經慢慢形成了哈。我們知道這個在美國呢，在次貸風暴之前，是它的房地產呢是欣欣向榮。為什麼欣欣向榮呢？因為這個聯準會呢，這個在這個之前，它持續的是降低利率，對，利率非常低。那利率非常低，但房地產
这个大家都会去追逐，是所以这个在金融机构，它甚至去承做这种信用等级比较差的，这个就是次贷。那我有这个次贷这个债权，那我要避险啊，我有风险，对，所以呢，这些金融机构他又把这个债权呢，他去卖给这个叫黄利美跟皇帝美，对这种金融机构，那这两个机构就专门在承做这种次贷的机构。那皇帝美他也要避险，对，所以他又把这个债权透过我们叫这个 asset security 资产证券化这个过程，那把这种债权呢包装成这个叫 MBS 不动产抵押债权，基金或这样对这种商品，这种商品呢他就去这个卖给比如说投资人，卖给避险基金，卖给退休基金，避险基金谁的避险基金？投资银行是那时候呢，我们知道美国有这个5大投资银行，是美林啦、摩根斯坦利啦，还有像这个贝尔斯登啊、雷曼啊，等这些都是非常大，而且很多是100年历史的。那这些投资银行呢，他们去买这种 MBS， 它也有风险啊，对，就跟保险公司，我这个卖出保险，那我也要再保。所以这些投资银行呢，他们又发行了一种金融商品，这种金融商品叫 CDS 或叫 CDO。那 CDS 呢，就是叫信用违约交换，那包括 AIG 这种保险公司，它也是我也是要发行这种 CDS 和 CDO 这种商品，但是呢，好景不长，联准会转向了，在2006年之后，那联准会开始生不息，升息了，就跟现在一样。对那升级之后，我们知道这过去呢，这个因为低利率把房地产撑起来，对，形成了泡沫。那升息之后，房地产泡沫的，那包括这些呢，这个信用等级比较差的这些，他付不起房贷，那房地产就抛售价格就崩跌，崩跌就连带影响到 MBS 这种商品、CDS 这种商品，它的价格也崩下来，所以贝尔斯登首当其冲，对，破产。那时候大家都在猜，下一个破产的是哪一家投资银行？那可能就是雷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雷曼的这个股价在2008年9月初，它的这个股价是暴跌的77%，这个是非常高的那它的市值呢是从112亿美元跌到剩下25亿美元，那最后呢，这个因为这个美国政府呢，他本来想要救但是呢有一些因素，最后他宣告破产。破产之后呢，这个雷曼留下的6130亿美元这个债务，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债务，最大破产的这个记录。但它不是没有资产可以还，只是没有现金可以还。没有错，这个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对，所以说当时并没有除了这个流动性的问题之外，也没人知道说这个风险被转移到哪边去了，所以等于说大家认为说，美国房市不会倒，是不是一个类似这样的心态？对，因为那时候这个大家的氛围就觉得房地产非常好，怎么可能会倒呢？这个各位如果有看一部电影叫《Short Sale》大卖空，那一部电影就在讲这件事情。那时候呢，整个市场完全呢，几乎没有人认为会倒，只有大卖空里面那个主角就设计这个 CDS 这个数学家，他一起这不对劲啊。对，他甚至呢去找那个信评公司去问，奇怪，他觉得这个已经有问题的，他们去这个有些地方去看，房地产你看房子你都没人住啊，他觉得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信评还是这么好？对，那信评公司的老板你跟他讲，真的抱歉，这个没办法，我信评公司要赚钱啊，我不能把这个等级呢这评非常低啊。所以信评机构也是一个罪魁祸首，那最后就真的爆发了，也就他预计到了。那当初其实大家有个疑问，10年来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当初这个美国政府要出手去救 AIG， 花了1000多亿去救 AIG， 但是不肯给这个雷曼300多亿的贷款？这个是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这个 AIG 雷曼。都是属于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一种产业啊，为什么只救这个 AIG， 雷曼不救呢？那我们知道这个 AIG 呢，在2008年，它是被评为全球2000大企业集团里面，它排名是18名，所以它资产呢是非常大。它所这个底下的这个叫 AIG General，
就是保险，是保险业务。保险业务它是一个跨国企业的保险公司，所以它所承做的业务非常的广，甚至比雷曼还大。是那里面涉及到的这个投资人非常的多，那包括各国的金融机构，甚至也包括了这个有一些这个退休基金啊，有一些这个避险基金等等，很多那已经大到什么呢？到这个有一部电影叫《Too Big to Fail》，对，大到不能倒，对。所以那时候美国政府在犹豫到底我要救这个 AIG 还是要救雷曼？是但是这个两家这个比较之下，你左手右手真的没办法同时兼顾那因为考量这个 AIG 这样业务的这种范围这么大，影响层面非常广，如果不救的话，那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种金融危机，这种骨牌效应所以这个美国政府最后还是决定先救这个 AIG。是，那当年其实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救雷曼，搞不好现在情况会不一样呢。这个只是一种猜测因为就是如果当时这个氛围，或者是说我们事后来看，那我觉得这个救 AIG 还是对的因为它真的它影响的层面是非常的广是。那这个另外一面就是说，这种投资银行来讲虽然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没有错但是呢，他们去发行这种金融商品，那事实上也是这个第一个来讲，就是说它也是某种的这种利益的出发点，就是说过去这种100年历史的投资银行，他们都是高杠杆的操作，你看它的杠杆的倍数高达这个60到70倍，非常的高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讲就是等于是利己，那投资某种程度它是要承受非常大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给这个很多投资这个一些投资银行，甚至华尔街的很多的这种金融机构、这种资本家一些警惕。那现在就是，尤其是雷曼经过这个10周年尤其在10年前雷曼之后，人家说其实世界金融体系，甚至是政治，现在世界格局都因为受到雷曼的影响而有渐渐或是直接影响。那老师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有了因为这个我们也讲嘛，以过去的历史来作为这个借鉴当然是可以学到这个一些警惕当然这个借鉴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10年来或者是从这个雷曼这个事件来看，那确实这个每一次的这个金融危机它是有一些的这个差异性，就好像说这个我们都了解这个1929年。这个世界经济大恐慌，那世界经济大恐慌，事实上它的一个这个引爆点就是在华尔街的股市所以那时候也是一样，大家去这个拼命太多的资金在往这个股市里面去追逐，那造成这个所谓这个股市的这种泡沫化，最后这个崩盘但是在这个2008年这一次的这个金融海啸。实际上它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因为过去我们讲这个在股市引发的这种金融风险，那个叫做市场风险。是。那这次完全是因为信用因素所造成的，这个叫信用风险。所以那时候很多媒体也把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称为是100年来最大的一个信用危机。那信用危机的特色是什么？信用危机的特色就是来得慢。去得慢，因为它的债务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风险是慢慢累积起来的。但是你一下子要把这种债务慢慢呢把它这个抵消掉，慢慢化解掉，是要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就跟欧债危机一样。你看现在还在未爆弹还在，可能今年很快要引爆，因为债务快到期了。是。那第二点，这一次这个金融海啸之后，那这个我们知道联总会。他就采取了4次的 QE， 是QE 这个是跟过去不一样，这个前所未有。对因为这个称为这个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它等于是多了一个处理这种危机的武器嘛。没有错，就是非传统货币政策什么，就是说，这个央行的角色好像改变了，是它是透过这个第一个字就我们讲的口语化讲叫印钞，那事实上它就是在市场来买这个公债那不断的买，而且这个量非常的大。所以在短短的这个几年之间，从2008年到他2014年10月30日要退场，那共买了大概4兆多的这个资金，所以这个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做法虽然对美国来讲是有效但是呢，这个也造成很多的这个后遗症，包括这个现在引爆了一些流动性的这个问题。那第3个议题是说，
那美国政府过去也没有在救市啊，是对你一个企业倒闭，那你本来就应该负责嘛。以前就放任它倒。是啊，对对我怎么可以这个政府拿这个纳税人的钱来救这个企业呢？啊，所以这个救市是因为我刚才提过了，因为已经大到不能倒 ，too big to fail。对，如果不救，会造成更大的金融危机，所以这个是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举措。老师，那我们看到说，现在因为现在也是属于一个超低利率的时代，放贷也很简单，是，然后包括说这个不断印钞票，大量的资金在流通，会不会我们其实都还没有从雷曼当时那种情境下学到危机？这场危机是不是还是在？对的，这个危机事实上还是在哈，就好像这个今年一开始很多人在讲嘛，你看这个1997年到1998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然后2008年啊，这个次贷风暴，那刚好隔10年，今年这个2018年，那是这个10周年嘛，也是雷曼10周年，那会不会再一次的引爆这个金融危机？那确实，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了啊，我们在这个环顾这10周年来啊，有一个数据显示啊，我们在2008年呢。那个时候，全球的债务金额大概是199兆美元，是啊，那占 GDP 的这个比重大概是286%，是。可是呢，到这个今年7月份，有一项这个统计啊，这个就是由全球金融这个协会啊做了一个这个统计啊，他说，截至今年7月底，全球的债务已经累计多少呢？累计到247兆美元，是，这已经占了这个全球 GDP 的316%，到318%这么高啊，也就是说，短短的10年之间呢，你看债务已经增加了48兆美元，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就好像说我们看到这个8月初，你看这个土耳其的里拉，对，出现危机，阿根廷的披索，那今年的贬值呢高达这个1倍。啊，那其中一部分就是它整个赤字的这个在赤字增加啊，这个经常账的这个赤字增加，再来就是这些国家它的债务不断的上升。那特别各位要注意的就是，你看全球前3大经济体